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股市，因为美国以色列甲伊朗开战，惊恐的情绪增加，加上美国股市大落，影响到今仔日的台北股市，这个开盘就落超过800点，是台积电的买盘进场，这个落盘的趋势才较收缩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尾也是落319点，以35095点来收盘。 受到上周美股大跌以及美以伊冲突影响，这周台股开盘一度下杀超过800点，但在护国神山台积电的带领下，指数盘中回升。盘面青紧紧，台股拜开盘上值啦，博到34605.36点，拜809点，其中台积电以每股1946块开出，捌落55块，不过后来有反弹，就无落遐济啊。台积电、鸿海。 台达电这些比较大型的全指股开低之后，一度就有大量的买盘去做买进的动作。那甚至跟战争比较受到影响的，像是石油、太阳能，还有所谓的黄金，股价都是有亮眼的表现。开盘起价包括航运族群，还有基卖概念股、其中加量更加直接攻上起停。若军工股像雷虎汉翔是头悬尾低。 有关日本的股市开盘就拄到震荡的卖压，动败超过1000点，比较起来台股真强势。一开盘开低，马上就有资金去做一些抢短，可见台湾的股票市场已经蛮多资金在准备做低阶的动作。那当然，从最近期几次的战事来看，如果能够速战速决，大概可能拖的期间大概就是1天2天。 嘛，其他分析师认为讲，这摆修正可能是来了紧去了嘛紧，类似去年的对顶关税翻版，有关国际金价，因为有避险基金的加入，今日跳空起价起超过100块美金，而5345块美金到5393块之间的变动，提醒乡亲要随时注意国际局势新兴的布局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